社会局为了要照顾我们身心障碍的民众还有老人哦，我们每年花了非常多的经费在补助民众购置辅具。那我们希望这些民众使用过的辅具一旦被闲置，它其实可以再提供给更多民众，让他们被使用哦。老人家在家里上需要用助行器或者是四脚拐，可是他们不想要花钱，或者是觉得说花钱有点太过于浪费，所以利用这个2元资源辅具站，我们就会跟他说，这是人家2手的，可是还可以用。那如果你们不嫌弃，就拿去用，反而增加长辈们在居家的安全啊，借由辅具来增加他们更多行动上的方便。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社会局设有辅具资源中心及据点，提供各类辅具免费评估、咨询、维修租借以及2手辅具回收媒合等服务。过去每年服务约48000人次。为了让闲置辅具可以扩大利用，今年社会局扩大推动2手辅具回收计划，成立了38处2手辅具资源站，民众可将不用的辅具交由清洁队回收或辅具资源中心由志工加以清洁、消毒、维修后，再提供需要的民众申请使用，节省民众支出，更可达到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社会局长怎么说吧。在政府呢，每年呢，在支出这个辅具的一个补助上呢，一年大概有1000多万。这个那么大的数字里面，我们如果能够透过这个部分的补助里面，他有买了一些辅具回来的时候呢，补助给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跟他有一个默契？当他不用的时候，是不是回归给我们政府单位？那还有一些是不管是哪里的不再用的，我们透过环保局的协助，还有我们的辅具资源中心的这种回收呢，再整理一下，重新再把它赋予新的生命。当有些社区的人临时需要或者紧急需要的时候，不需要再去买，而且是短期需要的话，也可以透过这个部去借用，那增加我们这个辅具的一个被使用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增加社区居民的一些便利性。感谢我们在37区的这个里面呢，有38个这个辅具的资源回收站来做协助。那我们期待未来呢，会更多的资源站来加入我们这个行列。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10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连续假期，台南牛肉汤的生意真好，再加上中秋节，民众对肉品的需求增加。不过，台南市肉品市场伫连续假期却是休市。议员陈碧玉就建议要适时调整，对此市长回应会甲肉品市场或者是工会做协调。不管是青果市或者是肉品市场，原本拢有固定的休市日子，不过当着连续的假期，加上中秋节，人民的需求量较大。对此，议员陈碧玉上午伫议会临时会建议市府会用个协调整，到底肉品市场是因为找无兽医来检验，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应该适时检讨。连续假期的生意都比较的好。问题是肉品市场休市，所以业者有跟总经理反映这个事情，说是不是星期一能够开放屠宰？即摆这个代志吼，按8月初1就一直协调啦吼，协调到9月初7，完全无结论啦。因为吼，咱肉品市场的总经理吼，业者的消息就是讲，因为无兽医师在场，没有办法开放屠宰啦。那我想请问一下市长啦吼。那防疫所的兽医师如果不能出来帮忙的话，肉品市场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方案可以解决吗？无其他有一个特约师，兽医师可以帮忙，或者是我们动保处有没有特约的兽医师可以支援这个问题？我跟陈议员报告，如果是因为兽医师的问题，我来解决。
如果不是因为兽医师或是因为工会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个想法的问题，那可能就要跟工会协调。螺丝影响整个人民的生活大计，这个肉品市场总经理你要自己去调整啊。什么的方法，这个疫情这严重，百姓的民不聊生啊，会当我加做生意，那也不来。这个小事情，肉品市场的总经理自己就要解决的啊。来到这边反映，真的那是能力有问题哦。议员表示，除了中秋的年假，后续10月还有国庆的假期，对此市长回应，会甲市场或者工会来进一步沟通。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交通部观光局核定咱市110年甲111年度的观光前瞻建设计划，总经费是1亿8千多万。中央补助1亿外，市府配合8千多万。不过，却有议员鼓励虎头埤风景管理区公共造产基金逐档亏损，要求市府爱检讨。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9次的临时会上午进入最后一天的议程，除了审议各项的提案，还有三读议案第2、3读会，其中伫个保安1号案，交通部观光局补助咱市每日旅游据点的营造，总经费1亿8千多万，包括散城的园地、虎头埤甲关仔岭等。不过，议员蔡玉辉却以虎头埤的公共造产基金逐档来了钱，却继续倒立预算，要求市府爱来检讨。是不是今仔一定爱过？啊是虎头埤，你甲讲过去，趁钱了钱，我歹势个放，歹势个放就是拢无好啊管理啦。下当营业安尼了遐侪钱，你也看嘛，你咪惊死人，会个了袂啦？尽量会一步一步缩减亏损。你安尼互你通个要怎啊？一步一步缩减亏损。你投资遮济要个了，啊你后民间咧做人会了袂啦？彰化人慢慢目前其实相当依赖虎头埤。那这个期间我们也曾经不止一次在定期大会也好，在一些自由发言的机会也好，我们不止一次再度的提说我们地方再度的一个发展的需要那我也感谢局长你努力去写这些计划终于获得肯定了我嘛期待讲你要坚持甲做落啦对此，市长除了回应，未来会将虎头埤的公共造产基金甲观光基金分开来减少亏损。局长郭振辉嘛提出说明。108年，因为咱的这个青年活动中心我们就停止营业了，就开始启动咱的 BOT 案啦。所以是有原因呢，这是一点另外第2点就是讲我们的游客里面65岁本市的民众非常喜欢来我们的这个虎头埤，那有58%的游客数拢是来自于这个免票的市民啦，所以其实一个咱台南市最重要的一个后花园，也是一个旅费所以因为这个原因过来就是讲去年我们的努力我们增加了劳务的收入有15%，那在那个游客数的部分也增加了17%。在去年我们这个新冠肺炎 COVID-19 的影响之下因为市长非常的重视这个区域，我们也很努力在做同仁也都是卯足全力所以其实咱的这个虎头埤一定足久无建设和县市合并以来咱一直拢做辛苦的，所以希望讲议员会当同意这条预算咱会当好好来甲虎头埤做好势。好，谢谢，请坐。就伫个该案讨论到一半的时，台南市议会明治艺术厅嘛突然间跳电，伫个无电、无音幕甲无麦克的状况，议长嘛只好宣布休困。不过伫个休困时间，火灾警报却突然间来响起。后来证实无代志，才互整个议程圆满来结束。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93岁人间国宝艺术柯汉丁的起庙大木作特展，正伫个新营文化中心展出。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现场观展。市长表示，汉丁师已经90岁，无私传承的精神使人感佩。邀请市民朋友把握展期前往观赏。国宝艺术柯汉丁是台南市定路的传统工艺大木作以及结网的保存者，也是去年得到文化部肯定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的得主。汉丁师的木造建筑作品遍布伫台南市各大庙宇，为了让更侪人看到并了解国宝艺术汉丁师的传世记录以及毕生的创作。市府文化局特别办理起庙柯汉丁艺术大木作特展，该展览目前当伫咧新营文化中心展出当中。
许汉珍师傅是人间国宝，也荣获国家文化资产最高的荣誉文化资产保存奖。那他超过1甲子，在整个寺庙的大木作，包括它的设计、绘图、藏高等等，可以说是全才的一个设计者。那在这么长的一个岁月当中，其实他曾经经手的寺庙超过40间的寺庙。那尤其他在整个设计上其实是在台湾少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才。他目前已经高龄93岁，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在做相关的传承的工作。多年来都跟成功大学建筑系来合作，将他一生的这些的技艺传承给年轻的这些学子。市长黄伟哲特别伫开展的第一天，陪同汉丁师做伙来看展，并献花感谢伊伫国家文化资产保存的贡献。到位对的多谢，感谢你多谢。多谢你对咱的文化传承所做贡献。满怀着感谢、崇拜、崇敬的心来这个为我们人间国宝，也是国家文化资产保存者许汉珍老师来举办这个展览。那我想他以93岁的高龄，那超过1甲子60年的时间以上来从事这个艺术的工作。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些作品，不管在庙不管是在小至一个细的零件的接榫，大的一个大的一个屋顶都是他的一个精心杰作。奇妙柯汉丁艺术大木作特点，将柯汉丁超过1甲子设计过大木栋架、结网、藏高、榫卯构件、工具，以及超过10档的传世记录等珍贵资料一并展出。欢迎对着传统木制工艺有兴趣的民众，伫9月30号进前来到新营文化中心1楼大厅参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结合民间爱心企业率先全台发起订阅计划，提供17间偏乡学校692位女学生免费的卫生用品。市长夫人特别出席记者会，专接卫生棉给学生，希望破除对女性月经的禁忌，也希望性别平权的概念会当为校园扎根。台南市率先推动的订阅计划，结合了爱心企业康纳乡、小红帽协会以及市府相关的局处，为台南市17间偏乡学校，总共692位女学生提供免费的卫生棉。终结月经的散食，市长夫人刘玉晶表示，月经其实有着神圣的功能以及任务。各位同学，李同学讲，其实它是一个神圣的任务好，神圣的功能，神圣任务。因为我当了妈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女性有这样子的功能，我才能够孕育下一代，为我们台湾创造更好的人才。那我也要拜托我们的男同学要爱惜我们的女同学因为您的妈妈、您的阿嬷外婆都是这样子经历过这样子的痛、这样子的不舒服，才能够孕育到你的父母亲，还有现在的你们这是代代相传的一个神圣那今天非常谢谢开门乡，它可以提供这样子美好的一个非常好、优质的一个产品，让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学生能够有这样子的计划，能够来试试看教育局长期推动校园性别平等教育以及关怀偏乡学生的政策。除了订阅计划选定偏乡学校免费提供卫生棉以外，对着一般学校的健康中心，也有提供卫生棉，让学生拄到临时状况发生，也会当免费索取。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婚林出身的雕刻师傅王树杰，高中毕业就开始学传统技艺。30岁搬到台南定居，虽然伊自细汉学的是传统的新象木雕，后来却变成挑战艺术雕刻。即马就带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到展览会现场，因看到雕刻家投入于艺术领域20几档来的作品，其中第一则作品就用牛樟木以探索为发想。希望会用伫新的领域找到甲以前无同款的创作风格，做出更加丰富的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老师的作品，除了我们传统比较常看到的一个神像的雕刻之外，其实我蛮喜欢他对于生活上创作的各种类别的一个所谓的木雕的一个创作。从他的创作作品当中，我可以感受到老师对生活的态度跟温度，非常的写实，那也非常的带给人家一种很心灵上的一种感受，非常的舒服。我想这是在于创作理念上很难去达到的地方。那老师为了坚持这一份创作的理念，他也20年把他20年来的一个所谓的相关创作一系列，透过这一次的个展，在文化中心来做一次的呈现。现场雕刻甲特别雕刻木雕作品，让大家能亲身看到艺术作品的制作过程，看到一道一道的雕刻，让人了解到要完成每一件木雕作品的过程是有偌无简单。咱大家各中心尔，你讲要用文字啦，讲话拢较含慢，所以这可能是我生活上体会的代志，我就甲用作品展现出来。就是差不多就一直做。这就是我这20年来、20几年来所累积的作品。我即摆展出的作品只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的基础生活上的雕刻的作品。第二就是我现代人物，就是因为咱生活上咱人会当面向多，安尼就会当咱雕刻技法发挥得愈快。照安尼哪做哪好。第三个方向就是我较精神上的，精神上因为咱做，不管咱实际的生活，还是精神的生活，拢一定爱得到真好的疏通啦展场中的每一件作品，不管是人的表情，还是软的衫裤，拢雕刻甲活灵活现，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敬佩。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世代变化，少年人大部分都无愿意从事传统产业，不过为伫个西港区的传统制香厂，大汉后生却是返来故乡，接下厝内制香产业，而且佮秉持爸爸的理念，坚持用传统的手工来做香。透过记者的报道，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因的故事。行到西港区，找到这间充满岁月痕迹的传统手工制香厂。小小的空间内面，能感受到对第一代师傅吴顺来一直到现主时大囝接手了，爸囝对传统手工制香的坚持甲热情。大囝吴志良想到爸爸的岁数渐渐在增加，选择放弃原本的工课，返来到家乡接手传统的产业。实在互人感觉非常的大心。机械化、机械化伊个机械响做开，因为就是伊按硬咧煎的，所以机械车出来响吼会翘啦，翘吼即马一般人也出去吼袂较袂接受，较鸟的人较袂接受啊。因为若手做的吼，一般伊若晒日就翘，伊毋过到下晡时日头落去，无日伊就。个会完全滴开，所以就是即个差别。平原料做起来，也是迄个手工做起来香较香，因为伊咱直接安尼拍，直接拍甲打。现主时大部分的香拢是转由机械代工，一方面嘛，因为现在无虾米少年人愿意用较早拜师傅学功夫的方式。毋过因爸囝表示，传统透过手工所制作的香。经过日头晒过了后，就会让香材料的本身香味走出来。现在嘛是阁有一批老顾客坚持使用传统手工制作的香，
所以因嘛是会继续用因的双手制作出经济好品质的香。目前我爸也年龄也大了啊，也刚好可能要随时要退休，然后加上这一本呢，传统产业已经开始没落，已经很多年轻人没有再学了啊，所以呢，想说呢，回家这也是一门技术啊，回来学也是蛮好的啊，以后也是一个出路啊。透过画面，因看到爸仔囝双手充满着做香过程所留落来的链，同时嘛因了解到传统产业的辛苦，佮有点点滴滴。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甲人的其他器官同款，皮肤嘛有癌症的问题。省大病院皮肤部医师何英佑表示，目前台湾一档大约新增加4000多位皮肤癌的个案。因为皮肤癌看会到，容易治好，但如果放咧唔管，等到转移，平均的存活期可能就只剩10个月。根据统计，台湾每年大约有新增加4000多例皮肤癌的个案，占所有癌症发生率第8名。其中常看的基底细胞癌加鳞状细胞癌，大约都有9成。省大病院皮肤部医师何英佑表示，皮肤癌的病灶一开始可能会以细粒的肤色突起加色素性的结节，因为皮肤容易看会到，医师建议早期发现，还是要早期治疗。皮肤癌的部分，因为它是以皮肤的侵犯为表现为主，那它会慢慢的往旁边扩张，或是往下吃，越吃越深。不过皮肤癌跟其他的肺癌、大肠癌或是肝癌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我们的皮肤出现，所以通常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就会发现，然后就可以去做一个治疗，那它的预后就会很好。但是有的病人他可能就是他比如卧病在床，那或者是他有，但是他都一直不去管它。那像这一类的病人，他就可能会就是越吃越深，那最后就是转移出去。那像这一类的病人，他可能就预后会比较不好，可能存活率大概都不到10个月这样子。但是因为它就是皮肤上面，它一开始出现，我们就会发现，所以通常会建议民众就是你如果有发现或是有怀疑异常的病灶，就赶快来看医生去做一个治疗。医师表示，皮肤癌的治疗有几啊种，临床上会以手术的切除为主，只要手术中确认病灶周边无肿瘤的细胞残留，治好率高达98%、99%，因此呼吁患者千万袂用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